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讲到我们屏东县的嘉东乡吼，因为为轨道的路位，我们的火房，嗰是有一个古迹之乡的一个名场，同时伊嘛系一个上的博物馆。嗰是睇上民国108年的时间，我们屏东县客家事务处，伊都同我哋睇做用学校啦，还有同我哋民间的组织，睇我哋呢嘉东乡实行一个大批计划，伊希望讲可以把我哋一个嘉东乡的嗰种路位火房啊，全部都保留下来。我哋地讲其实喺嘉东有一个3级的古迹，我哋杨木宗祠。其实喺杨木宗祠差不多400公尺的地方，嘛有一个我哋杨溪群的一个祠堂。呢個祠堂呢，雖然係長過嘅，但是其實睇我哋咧文化資產嘅重建地方，係一個幾有名嘅案例。我哋今日有倡導嘅，都係有個楊木祠堂嘅一個管理員楊金梅楊太哥來同我哋講，有個祠堂當初係樣嘅去重新來重建咧，我就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嘅楊太哥嚟現場。太哥你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果屏綠隊作為之組隊嘉東鄉嘅楊金梅。楊太哥吼，因為我哋地講其實人當初睇做重建有咩總嘅我哋講主持嘅時節，其實花幾多精神，啊遇到幾多困難。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幾多嘅人嘅路下地方啊，唔過喺我哋塘下啦，我哋嘅科目其實多多少少都面臨到我哋過嚟重建嘅一個經驗啦，嗬。嗰時點樣有倡導嚟講，你係咪從人哋開始對前面開始講當初因為用過種子，做乜去重建咯？哦呀，我係咩冇想到啊你啦，最主要是我以前喺法院嘅少年法庭做青少年嘅輔導，但是主要原因好多民國84年我因為都多人嘅楊木祠堂，而太子梁醫師都市計劃去透露7個月楊醫師我哋祠堂嘛，我都有參加好多參加以後我都天天最貴嘅珍貴嘅欣賞。來搶救保存84年1月份開始投入到最後面到85年7月份內政府正式核定為3級古蹟以後咱古來講我哋塘下明年的創業結果塘下已經變得侵犯，應該年代塘下都安講係嘛？年代塘下安講但是後來呢都變得根本都嗰種冇已經廢了嘅根本都冇辦法嘅。頭先都只節水嗰啲係一個年伊都想講，假如年紀安太，而且前面啲人嚟接數要潛過嚟啦，我要考慮結果講望我都去接嘅呢個年嘅這部嗰係民國87年10月份佢是接呀塘下。我哋都做堂塘下嘅管理員，但是接到嘅接下落來以後萬事起破難，全部都壞了因為撞咯，我以後都喺香港，因為進行啲嘢都考慮到講，因為人來幫我哋睇下技術較看以後有一個共同嘅一個共識，咁我哋一睇年代地方將我哋按將喺塘下度去重建方來。當然天然問題都會讀到講錢喺邊度來，係嘛？天一部分都講年代我哋四合院主堂嘅部分以兩片船喺個鐵，全部做工業都已經搬出去嘅，要變咗10年嘅財產。10年嘅財產，而且講冇辦法起嚟伊都會即個起個2年嘅冇記啦。有辦法講前嘅交通。說明講解而家醫療會可以拆嘅恢復年代嘅四合院呢，但是也難途清過啦，而家有上有安尼叫上，塘下按多年我哋而家嘅開下年有127個按有127個時，醫師都講從我哋把嘢辦出來，我哋3個兄弟我哋3兄弟嘅名都唔會列喺啲。派下技術工業名冊地步嗰陣算下可能140個單位可能要全國嘅，總共要全國嘅，也部分要嚟交通，也要遇到個大問題。所以喺我都講，假如有機會同埋想法有強用嘅，個有能力咧，我哋都成立一個3人小組，
咱小组包括杨港烟、杨广生，这个2个人。俺哋2比2年，俺哋睇高雄啊，睇家族啊，不是最起码1礼拜会讨论一摆，讲也谈啊，有了金行，有金行。啊，也呢交通过路可能过去同一条顺数吼，个抢高人的意见用吼，咁俺哋开始慢慢的对金行。但是金行的重点吼也人多吼，意见都多啊，真是挺复杂啊！也睇法院睇上班啊，我用利用嘛，利用拜6礼拜，几家动哦，突然交通哦，花钱多时间，真是冇想到讲多的事情按到，但是有的观念就讲，谈下一条做好来，天一普想讲，助公助婆同神明，就讲土地龙神看一件事，一天要想讲提年代地方来做谈下做好来，我想法如何安啦？我相信谈到金刚，唔会感觉到讲，其实金刚人的用太过，嗰平顺的把嘅故事全部讲下嚟，其实第一方面谈到讲，对于开始接下落我哋一啲技术工业嘅一啲管理人，然后变成一开始提讲反正也要处理很多事情，尤其係頭都講到，嗰種雖然說137的還是127的嘛，127的，但是嗰種真正算其他人算下來吧，有1000個嘅，係啊，其實。一聽個人在處理前一站的政府係請個人去處理講，我哋技術工業嘅時間，其實我相信觀眾朋友冇讀到有問題，你講唔該真嘅意呢啊，有啲人真係500人嘅，有啲人根本都冇睇台灣冇睇奶，但冇同樣會處理咁嘅問題，但是今日的用泰國同人講，喺落100日嘅問題一去解決的，一樣去解決，那麼頭都因為講到講，意思喺落有啲3人小組3個人的小組來共下來討論，可是冇想到嗰時間我哋用泰國人40人嘅，其實40人嘅對幾多人來講嘅話，因為講一路咩嘅事情，我話代表我嘅工作，做乜嘅我鼓勵接管理員，做乜嘅嗰時間，我因為一件事情對人來講最重要。因為我哋不卡喺一條塘下順條啦，我哋上下一般嘅塘下用到點塘下貨人，係喎，走順條同你啱提要去創業，我哋把嘢入邊嗰沙飛嘅變化吼，嗰當然辦出那杯，嗰另外條上下嗰度老人家，我哋老一批嘅喺上下嘅派下順數啊，他梗係去創業，尤其過年過節，我哋要上節嘛。5月節，前一班，還有過年嘅係吼，尤其過年啊，睇外國啊，啥睇來啲台灣各地嘅鄉親，派下資訊，全部嘅過了1000個人嘅人好，咁從日前老年，按優良嘅客家文化傳統哦，呢啲一直保留下來嘅，嗰種係想講，我來邊行來啦吼，87年10月份，我接管理年，到97年。3月份，塘下就完全做好，重建做好啊！我中間隔了10年，等下到民國102年3月份我退休，退休以後我就想講，你有冇持同用家主頭？如果我哋用集權上嘅主頭啊，按寶貴嘅經驗嗬，我哋中間嗰度遇到困難，我突然參考，我又學習噃。咁樣基本都歸潛到某個對象啦，想講喺要按寶貴嘅經驗嗬，我哋要整理出來呀嗬，本下擺我哋客家人又願意做談下做參考，你如果有意義啊，嗰我102年3月份退休，我如去讀嘅高雄師範大學嘅客家文化研究所，睇研究所先生嘅指導底下嗬，我哋指導教授是洪新蘭老師啦嗬。都完成一本嘅論文，一本論文我寫14萬人雜誌，一年呢畢業104年畢業以後，都得到客家委員會嘅優良博士論文補助啦。當然我退休去讀嘢美國一定要拿到一啲碩士嘅學位啦。主要是講將來我哋客家人對我哋塘下對我哋嘅文化部分改善嘅感覺。
中间按样来克服，按样来嘢啊，我哋可以參考一本論文。我就有一本有一個以前美國科技大學嘅張夢珠老師哈，同亞老公高院科大陳學志老師，伊呢雖然好老人，但是伊研究客家文化過程，伊都有看到我哋楊博士講，話重建以前同重建以後嘅變化，伊感覺講安尼經驗哦，真是挺難得。我就一路請一個吳米勒導演。延南全程莊義正來拍一個紀錄片，伊係客家 VNP 有咧長名人物嘅來歸，你拍個30分鐘嘅紀錄片，叫做《祖堂重建的推手》一本紀錄片。演員呢也咧紀錄片拍好嘅，當然睇嗰安尼屏東嘅6隊文化園區做首映片，一方面都講書嘅部分。另外一個樣片的部分，本他敢也可以講，也咁嚟談下，用來重建，用來讀到乜困難，用乜嘅方式來克服。對，如果也所有的事情，一開始人家管理人然後喺度變成用一團我哋咧太陽沙嗰度我哋咧數百我哋去說明，然後開始重建，到後來你讀數百的東西全部記錄好來，甚至都拍成了紀錄片。比如後尾嗰種我哋其他人都睇嗰種愛重建這個主堂嘅話，咪有一啲可以好參考嘅一個地方啦。錯嘅呀，做成講嘅錯，主要是外面都講我哋客家文化地位一個我哋重組建築嘅觀念嘛，一般我哋確信一天神明祖先會保佑我哋。當然讀多嘢咧，我哋有啲管理 VNP 管理 VNP 地位語言大部分都差唔多70歲以上嘅，伊呢都比較想法個保守一些啦。講談下做錢啲哪來啊？我都讀到嗰度困難咧，我哋一下睇佢 VNP 喺度卡個炒伊講我錢啲哪來啊？係啊，我講錢啲哪來？我講我哋手上有18筆土地，我哋買土地啊。係啊，你一聽會睇緊人會讀到問題吧？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嘛，一定會關心。有問題，因為係第一步，我哋一定會讀到問題。其實我哋行業係歸宗從我哋嘅祖先嘅，但是其實喺尊重祖先嘅過程地方，我哋第一啲讀到咗人情嘅問題。休息一下我哋馬上來看下問題。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我哋來自嘉東鄉嘅楊太哥，而同時嘛係楊啟群主堂嘅管理人，同人講，伊哋當初做乜我哋重建也主堂。我想問一下，從頭到我哋講到一半嘅時候，真係都講到我哋而家最重嘅讀到問題嚟講，你即係冇唔錯，你即係一啲聲音條嘅，去變你管理人，然後上面讀到全部係數百所喺度，第一件事情嚟講，重建前提呢，乜嘢出？好冇？按頭都有講，我唔想人可能人講祖床大廈有幾多土地，乜嘢家庭可以買？好，乜樣嘅錢？好，乜嘢去買？一件事情呢，當作很容易處理。也都係讀到咧，個大問題。我哋客家人一般來講買土地都有啦，買土地要俾馬會嚟話我睇我是講，我雖然管理人，但是我哋咪有管理委員比其他委員。其他委員大部分都70歲以上啊，我哋開會嘅嚇包括嗰籌，佢哋冇講緊我錢喺邊嚟啊？講我都買土地啊，一做工嘅土地你用可以買咯。我哋講要買土地，談下會學起嚟，我哋投拜祖先賺嘅錢買土地，填買係你用嘅錢做一個好喺度目嘅，如果真當嘅呀，係嘛？但是幾百開會個籌一下先。全部已經簽到。雷德員講條路搭都好嘅啦，可以創業你都會。麻煩咗嘛，做案講咗嘛。到最後面，卡緊炒冇辦法做天咯。雷德講咁忙你好，有冇會乜嘢咧？祖先啊，埋了其中有啲順數啊，如果講搭條路咯，我哋講每講交費事有搶門有順數講，唔好卡喺萬喺部嘅。如果我唔好卡喺兩樓嘅
伊也无嘅，啊讲迄啊，迄无嘅，啊毋去甲注重讲，注糖糖下爱用铁皮乖乖啊，该咁宽啲，啊讲埋讲，假如用铁皮做啊，将来同各派糖来讲，各派糖将来毋去甲啊同爱，全部变啊贵线啊，变列祖列种呢。啊，我哋晚上以前喺度2樓、3樓冇嘅，但係到我哋跪線以後，我哋跪線以後，我哋喺度我哋貼冇嘅，咁唔敢講過去咩？我哋安尼講，伊都冇法好講，但是有意見佢懂。你咪叫佢講，一齊喺度講我，其他人都買有錢都買鐵啊，一齊喺度買鐵，啊個好安尼好啦，咁我哋佢咪做一堂啊。一本主公主婆，本神明祖先的迄个什么，俺哋都全部嘢意見，佢嘢意思呢？我哋全部委員去談下，咪咧點一支上嘅創人，我哋睇講一個，全部嘢做一個神明祖先嗬，俺哋佢咪有個嘢意見嗬，佢度啊，俺哋要強教，願意睇原來地方，仲也談下做好，跌高。一地位宣告，天牌宣告，宣告我講，天牌冇可能，天牌真係宣告，天上拜一啲宣告，啲宣告我講，上拜宣告哦，但是我冇做營養買塊，有人不服吧？因為上拜宣告某天是紀律嘅問題啊，係冇？我講冇，加上拜好冇？佢冇法講，或者地位天4拜宣告，天5拜要宣告。第6拜要宣告，買得冇做廿派啊，而注重嗰貼皮膚嘅一個純素啊，一個語言啊，伊也感覺講，可能有啲機會嘅問題嘛。講你好啦，我哋再加3拜，佢就一個神明祖先，伊嘅意思呢，要再加3拜，第7拜、第8拜、第9拜全部都宣告，連續9拜全部宣告，我講。他各位委員有個純素委員有看到冇？神明祖先如果強烈貼片做堂下，你他有辦法講？伊都冇法講，要第1拜啦。第1拜呢？第1拜講好，既然安尼啊吼，安尼啊，如神明祖先，我同人聽書啊，因為我哋對內部嘅吼，冇聽書啊，可我哋從外地人，我冇辦法。我冇辦法處理係啦，嗰種就我要搶跌高嘅門搶高個，你愛嚟聽數目，跌嚟3拜全部宣告，我聽你講，唔可能，主公主婆即係神明祖先，伊要同你聽數哦，嗰唔係單差我哋去做，伊要同你聽數，咁有冇問題冇？第1拜跌高係嚟以後，全部都冇乜問題，全部都冇乜發出嚟啦，你要體檢嗬。他講冇佢講意見哦，有意味安尼透過神明祖先嘅意思嚟表達，就表達話你都通過。嗰個其實人家嘅信仰都歸簡聽，就聽我講，一聽到聽人聽人味，把我哋嘅神明、我哋嘅祖堂一定要重建好啦。可是就變成講，其實其實可能嘛，祖先嘛，看到人的子孫嘛，有安尼的希望世界。伊都蠻願意來聽書嘅件事情，但是問題係，今日施行過野蠻嘅，他講你冇法講嘅，我相信馬係天就開始來重建，但是像頭先楊太哥講嘅樣，因為當初派下有天然都搬出去嘅嘛，前面都有兩個已經起屋嘅呀，唔講這個發起嚟屋嘅，一啲拆係唔怕，人家起好嘅，能用嚟一起處理嘛？有問題喎，就天咧難題都講較緊。天睇年天來重建也問題嘅嗬，哥都講也錢都啲嚟來，我哋也嚟講買田嘛也搬嘅啦，但是就天一鋪都天懂噶啦，佢哋前面有2層的屋嘅有冇？做好嘅呢，做好嘅佢，重建以後有2片順後。2片順後，沒見到伊哋拆開嚟，伊哋往本下貼片。日本都困難的地方喺哪片嘅？如果伊也全部10年梯啦，10年梯我哋交通去做實在冇咁簡單。嗰種我哋當初亦係做堂下做好做位我哋3人小組地位其中一個楊廣生，
一路讲都讲，哦，甲唔讲图案球吼，迄堂下无线做风来是毋得人来讲唔怕，爱要来伫交通啦吼，爱交通诶，爱落去呢交通，本来差不多2-3年时间来交通，迄真是交通唔好路呀，啊，你选诶，右边选你安尼做，安尼堂下做啦，较紧可以创业都可以诶吼。啊，爱今年因爱也要强过安尼堂下做到满，一定要影响到安尼派下顺遂嘅家庭啦吼，啊身体啦，嗰个路事业公民嘅部分咧，嗰种安尼也要考虑到安尼要请体育先生来同安尼结天吼，啊安尼有另外请个重建的总顾问啊卢建明老师啦，吼佢多希望安尼无嘛请出啲天请教，啊还有上多讲，伊一定还要带个呢体育先生过来看堂下嘅。部分啊，看还突然又想到讲，咁我还攞来带下体育上看入隔壁嘅梁流嘅啊，哦，啊体育上地边，因为地边看到有每个咁要不买做，也咧纯属如果鸟呀，又起码强到，我你要做安尼咯，一个鸟咯，一个嘢你做下有冇对等，你偏瘦咯，讲也安尼摸，一路每个。咁你拉你摸嘢就要存钱嘛，如果摸你，存啲錢你咩要全部發槍槍而做事業唔咩鬼好，咁嘢體育上可以講講，做下冇對等偏少，做下有一啲瓦斯爐，按對等嘅偏少都水火爐相克啊，嗰個你拉水做事業，但是都冇辦法上錢啊。講你喺馬上嚟講推廣，講唔對嘅人咧，體育上一講嘅意見吼，唔可以做參考啦。你送體育上出幾個個用啊，後尾嗰個格嘅量嘢，要再提供，提擺度，如果冇啦咁冇以後，我哋來配合談下來做啦吼。但是我冇錢咧，我做樣啊，講錢嘅問題唔考慮，我哋會打算。我哋請感謝，唔見伊願意同意幫我哋拆，我哋感覺幾好嘅，我哋看皮膚原來嘅四合院啊，你入來感覺幾有冇強樣嘛，嗰陣我哋啊睇下邊，請感謝有啲純屬也願意做啊，呢邊全部都變成完整的四合院，個二比按年種嘅錢嘅問題解決，交通嘅問題解處理好嘅，嗰就都真行嘅，中間當然不多青島嗰啲無強樣嘅事情咧，人講咪就關難過關過啦。但是我有一啲想法嚟講咧，客家人從古至終有啲觀念，有啲觀念我遇到困難嘅問題啊，我要去談下點上創業，同神明祖先報告，請佢來同我聽書，因為我相信神明祖先一定會保佑我哋好多子孫。一定會希望堂下做好來保佑我哋順遂他家人咧，不管是事業、家庭啊、公民嘅全部都會順利啊。中間咧，因為睇上啊，喺你又唔會過多年錯嘛，全部出去攞杯大比啊事業嚟嘛。中間有過啲階段，我哋要協商，我可有 email 嘅吼，我哋全部寄 email 出去，填嚟報告，講我哋堂下進行到馬長途，相片基本咧，喺冇咧，我哋要打字係嚟到一啲記啊！至少都基本外面你提供更加會清楚行到哪裡啦。本案嘅所有派資訊佢哋落到嘅不過以前那片，睇美國啊，啥填那片啊，伊也提供我哋堂下做都蠻個長途嘅。你都睇緊你多啲嘅。你睇緊你多啲嘅。故事堂多一片我們發現到講，其實睇我哋上一套節目地方，勇士祖先同意講要來。天數一件事情，你就發現到講，喺中間地方會幾多嘅祖先睇嘅天數嘅地方，休息下其實我哋咧藏族同我哋藏族嘅過程地方，其實嘛參考嘅幾多我哋以前人類嘅祖母嘅一啲結構啦，還有佢上面嘅一啲狀況，休息下我哋慢慢過來。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來自屏東嘉東嘅楊太哥，同人講，以後來應該睇我哋祖先嘅天數帶下啦，好，佢哋可以順勢處理迄個人嘅事情。但是
第一个阶段，我哋咧屋个安样去重建咯。其实屋个重建一件事情冇咁简单嘅，因为你嘛唔系专家呢，冇得去做我哋讲重建嘢咪嘛哈。啊，其实是你头都有，但是又有讲到讲哦，你佢希望讲人体重建嘅时间有两个最重要嘅东西，一天一提啊，土地良神，係客人最重要嘅东西。然后客人嘅主堂路係一啲土地良神嘅希望。嗰種嘅土地良神，同頭都講緊我哋咧開一開始，一部分喺重建嘅時間，你係用嚟保留嘅咯。哦，也點出是個重要啦，吼。也部分啊，都講我哋睇重建入面，我哋前面營造廠會專門去做古蹟的很多高雄嘅贈與營造。啊，古蹟咧一部分也有帶還有匠師，哦，不過你嘅交趾陶剪黏啦、彩繪啦，那條師傅哦，伊全部都有。啊，一般的奶師師傅唔會做啊，但是我哋考慮到講嘅土地永生同開眼先師嘅部分，因為我哋做法式基礎。嗰樣我哋睇下兩個地方哦，先用水泥涵管嘅嘛，水泥涵管就標喺入邊啦。啊，標喺入邊，佢父母嚟打下落去嘢啊，啊，而目前哦喺睇神龛大廈，因為兩個插上嘅地方，咪要通啊多大廈奶啦，啊，有很多通地氣，啊，通氣都講也活力生生不息，佢庇佑我哋養母嘅子孫啦，一點睇一般嘅風水啊啥，一般嘅想法地方，我哋也冇乜清楚，但是喺體驗上。啊，一條重建的顧問去講啊，我感覺規劃，一般我哋要做到，我哋可以提供俾大家做參考。啊，當然咯，啊頭講到講，有啲營造廠吼，啊營造廠有一條匠師啊，啊當然就也造價一定夠高嘛。但是要做好以後，我哋面都講會有加成，吼會有加成。唔參看一部分過年過節嘅嘛，吼。過年過節，我哋佢就迅速全部按到，睇擺下按慢慢睇頭先，我哋寫和堂入邊擺下按到就創業，都感覺過嘢。啊，我而家堂下做可以看到，入邊咧不管是頭先咧，交趾陶剪黏，啊，我哋全部用19嘅門梁，客家門梁。雖然講現代建築，但是唔可以講呢邊點樣看呢呀？唔會看到19嘅門梁，啊個呢也。交趾陶剪黏彩繪，啊，各位窗呢，我哋用花崗石做一個10條窗，特別是用磚呢啊，1塊2塊3塊啊貼上去，什麼啊漆拍火呀，但是我哋用做8年的基礎呀，我哋用10條窗來做，我唔因為地方感覺講，各有客家美事啦，哦，人哋可以個份，後擺願意做堂下人啊，來做嚟參考講，有一啲實體嘅建築體片啊，可以嚟參考嚟做啊！啊，不單是也做好以後嗬，不單是我哋嘅國內嘅人啊，哦，我嘅人啊，佢到佢嚟留了，尤其我家東一片，當年一兩公里地背後有30古蹟嗬，啊有30古蹟都係限定古蹟啊嗬，啊有兩個歷史建築，啊有冇傾用年頭嘅火房堂下。也佢出地講，我建議一行落入邊，要感覺我哋台灣上下農村客家文化盤，伊感覺講佢有意思啊！哦，也按多年來吼，佢同我建議要強下來呀吼。而且堂下做好誒，有人要同我講，佢你堂下做，你頭擺喺堂下做啊，曬骨啊，吼啊曬體位啊，種體位綁體位了曬體位，啊你後邊人拖車啊，實做規些嘢係要用嚟重塑嘛吼。啊！但是也喺做好以後，去做乜嘢啊？有乜嘢作用啊？唔做你堂下做乜嘢？哦，從業以外嘛，有啲咩有啲貴太嘅，啊我哋喺上國社會嘅變化安排吼，啊也鋼鐵呢個少，我哋上個南部嗰時候唔使鋼鐵嘅啊，種蓮霧喺我哋家棟嗰種蓮霧啊吼，啊嗰度魚檳榔啊，哦，啊樣嘢，我哋也啲大和堂、小和堂，我哋變咗啲。文化展演的空間，哦，做天陽，從頭都講嘅主堂重建的推手，一邊天陽都會睇我哋太和堂嗰邊嘅邊，也睇洋片地波嘅，純屬阿伯，哦，阿啥嘅白梅啊、粟梅啊，也全部有睇片看哦，伊睇洋片地波又出來，伊感覺講哦，我坐一睇下看我拍一片嘅地波呀，伊感覺真感動。啊，當然除了過年過節過來以後，按多年過來啊，我哋感覺講哦，養母嗬，佢興旺，
佢感通，佢嘅安尼親虔誠體同祖先的祭拜，安尼其他文化法統啊，全部啊體談啊一片，當然啊紀念來安尼同成功太后、中山太后一個北京太后去做大地計劃，安尼相國加動嘅農產品、鐵產品可以結合入來，紀念來安尼同大地計劃合作，來種希望借重一條成功太后、中山太后。讀商學背景的氣管研究所或者博士啊，一來同我哋探索，我哋做慢慢地做地步有多一些困難，但是一條困難我哋啲問題喺那邊咯，也慢慢地一條困難咯，慢慢去解決的吼。我相信再過幾年啊，吼，加動一移民安尼管理吼，借助嗰種我嘅專業嘅人來探索啊，吼，我哋加動嘅經濟方面移民安尼會變啊完全冇共用啦。對，如果以前我哋咧種詞吼，我哋祠堂啦，我哋堂下啦，其實都係講我哋共襄而用嘅地方，吼，無我哋睇下建築啦，吼，豪斯維斯啦，吼，無論都對到我哋拆開一啲神法嘅空間。但是後來人哋咧，我哋講用個種詞開始改建以後，今日感覺到講，今日把入嘅種詞我哋和堂已經打開來，吼，唔單止對我哋嘅沙器打開來。對我哋嘅沙飛全部打開了，因為頭先從頭同講嘅，伊唔單止不用天然嘅時間，他個你看得到，好，然後埋嗰度嘅我哋加動嘅產品咧，嗰度啊，大太機包啦，好，嗰度機包全部提嘅地步，同時就頭頭同講嘅，唔應該變成有個種子，變成一啲講，今日來到我哋加動嘅時間，除咗你可以看到我哋硅谷羅三期嘅古蹟以外，你都可以看到一啲，雖然講係伊係新嘅轉亞。但是還是保留我哋傳統嘅，我哋講宗教嘅精神、建築嘅精神，而真係上面嗰種經驗啦，我哋嘅雕法完全係尊重我哋嘅方式。雖然講伊係新嘅，好，但是還是有我哋客家人嘅傳統建築物，而係嗰種特色嚟啊。對講伊係真係都係啲萬上嘅博物館。都聽我哋用是，我哋講用物種子裏邊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咁見面行到見到，唔知個講也其實10公人的一啲建立馬下一啲聽下嘅碩士論文裏邊寫出來，希望講下一代有聽日嗰種樟木之家嘅我哋嘅竹木嘅話，亦咪可以參考。咁而咪講，從年10年裏邊，唔知個而咪講嗰種嘅見面有兩年，佢係樟木嘅時間，而咪最重要係乜嘢東西？也談下有啲我哋客家文化嚟建，嚟根，也建你都講幫我哋派下資訊哦。除了過年過節鼓勵佢創業以外，伊隨時鼓勵片啊，如果佢鼓勵佢講我有啲場域，但是你喺冇談下，即拆係冇嘅啊，你變下國人啲偷天厝啊，實太流嘅啊，根本都安尼種出嘅感情都冇辦法凝聚啦。嗰個外面都講要重建啲談下用現代嘅建材做好來，要保留到我哋客家傳統嘅文化部分，我哋與時俱進啊！我哋如果想講，按照原來本土嘅我哋嗰度客家地方也，因為社會嘅變化嗰度談下部分已經慢慢要拆開嚟啦而迄班有安尼有心去做啊我哋千希望過年也使其他派下啲純屬講來我哋加動嚟拆去參觀。看等我哋要去做嘅，看我哋要去做，唔係代表講我哋做一好啦。佢不參考過，我哋可以用哪啲方式嚟做佢有安尼好面嘅功能佢繼續下落呀，我是感覺講要就變得正面嘅啦，佢好啦。可是看下今日嘅故事，你會發現到冇，其實我哋常常講我哋祖堂我哋種詞唔單止係一啲老嘅建築物。其實對嗰度客家人來講嘅話，有啲最基本嘅精神，有啲向我哋客家人自家建。今日我哋可能會使到，因為工作關係，會使到太都市鎮嚟去吃。但是你這個一想到講，你可能睇一啲地方，咪有人嘅祖堂，有人種詞，有人建喺嘅時間，其實人心情不夠聽。我哋今日個感謝我哋陽台角度來現場同我哋分享安東的重建人主持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非常歡迎觀眾朋友有時間來加動聊聊，加動好多東西包括限定古蹟、三級古蹟用木祠堂啦，嗰啲西七門個小屋，嗰啲時間做嘅增加上嚟小屋用嚟，還有無見有年代嘅貨房攤下嗰度，
非常欢迎大家来了。休息一下哦，睇下听下先下来，运动哦。各位乡亲，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嚟同我哋共下來做。今日教大家人嘅講法呢，係現場講法，現場講法第八一啲賺錢壓帳。首先呢，我哋呢書呢，腳兩腳欠出一步，我哋呢書較輕條，到我哋呢搖嘅行，我哋兩隻書伸出去，我哋呢書節，吹下來，吹下來過後，我哋呢書節向落背打開來，我哋呢書把掌咁樣打開來，起頭壓下去，同我哋起頭壓下去。今日呢，我哋要揾片嘅時間，我哋後背腳喺書放起來。我哋欠一步出去，欠一步時節，我哋呢書拿搖嘅好，兩隻書伸出去，伸出去，我哋呢書節咁樣放下來，對我哋呢書節咁樣打開來，書把掌打開來，同我哋呢起頭壓下去，我哋向後背時節，我哋書後背腳，我哋呢書較輕條。第二項準備，有準備嘅時節，我哋推後腳，同我哋一隻腳推喺後背去。再我愛揾片，冇揾片，我哋對一隻伊兩隻書伸出去，書節咁樣打下來。書節呢向落背打開來，書把掌咁樣打開來，同我哋呢起頭壓下去。嗰個咧，我哋呢做右片嘅時節，我哋書左腳。我哋嘅眼神轉到右邊來，我哋呢左腳向後背，我哋呢兩隻書較輕條，兩隻書伸出去，我哋呢書節呢吹下來，書節打開來，打開來過後，我哋呢書把掌也向我打開來，同我哋呢起頭傾下去，所以我哋書嘅時節，我哋書腳放起來，書吹。裝起來，我哋再推下去一步，書棍盪出去，書節吹下來，書節呢打開來，書把掌打開來，同我哋呢起頭傾下去。揾片嘅時節，記得我哋後腳書放起來，準備轉對片一片嘅時節，我哋呢書喺底下，我哋出去，書棍變下來，書棍。打開來，書把掌打開來，同我哋呢起頭壓下去，我哋書腳、推腳，準備再一片，向一片再做下來，再傾下去。然後係我哋左右嘅動作嘅時節，更加呢，我同大家人做分解動作嘅時節，我哋呢賺錢也怎樣分解呢？我第一步。出去嘅時節，我哋可以講人講丁字步，我哋可以一隻腳打出來，一隻腳彎彎。彎嘅時節我記得咯，我哋呢切頭唔可以按呢，唔係按呢，我哋一切頭嘅手上一舉放起來，我哋呢啲頭可以喺冇到細了，然後到我哋眼神呢啲腳向嘅重量。過來我哋兩隻書標喺底下，標喺底下時節，我哋眼神一出去，兩隻書一出去時節，我哋本來眼神出來，兩隻書一時節，我利用我哋眼神嘅力量送出去，記得送出去嘅時節，我哋呢啲頭會睇，我哋呢思維面唔可以按嚟翹喎，唔可以按嚟，按嚟翹看到樣咧，看到我哋呢腰骨壓到嘅。按嚟去，我哋思維翹向嚟，我哋呢腰骨會壓到，所以呢一樣咧，我哋思維向後背時節，眼神向前面嘅時節，書伸出去嘅，我哋呢思維面一叫下來，
唔可以安尼扣出去，一般的人我安尼扣出去，也过智慧吼。你要讲智慧，扣出去，我哋咧脚嘅里头，要伫切头吼。唔係講我用我眼神出去嘅時節，我思維無扣，我思維面係叫你來嘅，我眼神咧重量會喺我嘅腳盤方，我係扣出去，我眼神咧重量會喺我嘅切頭方，所以安尼係唔對嘅。我哋放下來嘅時間呢，我哋咧出去嘅，我嘅書棍對一隻伊。重心點底下一點，底下一點，也一點，不用鬆來，也一點，哦，對我哋咧書節，不用鬆來，不用鬆來過後咧，對也一點書節後，卡開來，變成我兩隻書包嚟卡開來，卡開來過後，我書包裝啊打開來，我起頭咧用書包裝冚下去，冚到嚟，冚到腳帶，腳帶過後咧。我愛揾幾片牛丸，我愛樹後背腳，再一隻腳插出去，坐到喺安尼，更加樹放起來，一隻腳攬出去，攬出去我愛樹準備啲嘢位後，我利用我眼神的重量，我眼神要向前，做嘅時間，因為我更加腳攬出去，我嘅重量係當我樹棍。上前面的時間，我眼神的重量我第一隻腳，所以我送出去的時間，我會利用我眼神放出去，放出去過後，我同樣用一個書節吹下來，書節表送的吹下來，吹下來過後，我用我呀書節同樣兩隻書的書節打開來，書包裝也打開來，用我書包裝的力量，從起頭。壓下來，壓到腳帶，壓到腳帶過後呢，第做到我有講過，唔可以搖嘅，思維面唔可以嚟翹，嗱嚟翹我哋呢搖嘅壓到，我哋一隻腳嘅切頭嘅重量會貼實力，所以我哋呢也在思維面出去，眼神出去時間，我哋思維面要數一下，用眼神出去思維面數一下，我哋呢。前面一隻腳嘅力量咧，那會喺腳帶，所以我哋做嘅時間要注意一下，嚇。第一安尼鬆出去嘅時間，思維面要叫一下，書節不用鬆嘅，不用下去，不用下去過後，我哋書打開來，書包裝打開來嘅時間，我哋咧起頭，我哋咧思維面要豎起來，要豎起來，所以豎起來也個重要嚇，因為我哋書包裝嘅起頭。下來時間，我哋的眼神，天天嚟表送來，數腳，再穩片，再一次送出去，送出去係講過嘅，我哋要注意用我哋的眼神送出去，我哋的數節表送嘅，打開來時間，數節打開來，我哋的書包裝也打開來，起頭壓下去。下去，我哋要揾片豎後背腳，後背腳記得豎放起來。如果你講我哋拿放起來，不過我注意，我哋的腳喺磨力的時間，我哋的眼神要注意一下。我哋豎的時間，我哋可以用手停頓來，揾片再做一次一個動作。一個動作過後呢，我哋的手要出去嘅。一出去過後，我哋用我哋嘅眼神放出去，我哋嘅書棍呢，記得我哋嘅書棍表送嚟跌下來，書棍一打開來時間，我喺書包裝順勢打開來，冚下去，我初都有講我哋出去嘅時間，我哋嘅思維面唔可以翹，我哋思維面要叫起來，我哋喺穩片嘅時間，我哋嘅後腳要豎，再推一腳嘅時間，我哋係冇問題，到同一個地方再送出去，送出去時間有時間，觀眾朋友會講，剛才送出去要送出去，利用我哋嘅眼神，我哋嘅眼神，我哋嘅眼神嚟出去，我係送數唔是出到力，我係用數下嚟同我嘅眼神嚟出去，嘅動作冇同樣冇同樣嘅地方，要注意講，我注意講，我係用數，我係按嚟。
我係用我眼神，我係安尼出去，我係樹棍變上來，打開來時節，我用我樹巴掌嘅氣頭啊爬去，啊我腿腳靠出去，我準備出去，樹棍變上來，好打樹巴掌打開來啊下去，啊，今日我示範連動作俾他。本觀眾朋友看下，我腳打開一步，眼神停出去，一個動作呢有出聲嘅，我做個出聲嘅本他給人看一下哈，一出嘅時間我哋眼神，好，樹棍變下來嘅時間，哈，打開來，我哋呢樹巴掌傾下嘅時間，好，腿腳穩偏，注意我哋呢樹地搖一下，我哋打出嘅時間用我哋呢眼神，好。樹棍變上來，打開來傾下時間，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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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家通常呢做嘅多樣，各位向前有記得冇？還有記得呢，聽我哋好好啊來運動，我哋呢眼神同精神我覺較好，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次拿來了。